南安平的港滨历史公园，有来展示着6台退役的军机。展示这个军机，除了见证历史，嘛希望会当带动安平的观光。 为着推动全面的国防教育，嘛为军事文化资产的保存来打拼，包括战斗机、教练机、甲搜救直升机，拢是为高雄公山、花莲、嘉义的基地送来。市长嘛到场来见证，邀请民众做伙参观。基本的国防教育之外，那也是算是一个科普的教育。 那也可以一起来向国军致敬。文化局甲军事的文化资产放伫咧安平港滨历史公园，特别伫咧台南400的时刻，有重要的历史意义，嘛希望互民众来熟悉台南的历史文化，提升观光的效益。蛮喜欢那些，就是飞机。 蛮喜欢的，经过的时候就会去看一下军事的文化资产的一个长时间的角度，从400年前到现在，能够贯穿出一个主题哈，这个是这6架的军机在那边最主要的原因。目前市府除了进驻空军的飞灵机，未来嘛邀请陆军的战车，加上即卖的用弹，未来陆海空拢交整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